Hello， 姐姐你好啊，好，你叫咩名？你好嗎？啊，我好啊，你叫咩名我名叫Robi啊， ？Lobby 啊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我今年43歲啊，先生。43。哦，你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啦，先生。係咪有個女好大㗎啦？可以啊，真㗎。個女都25歲，你個女結咗婚未啊？有結咗婚啦結咗！哇，好犀利喎！咁你啊，以前咧我知你喺香港做過啦，喺香港做咗幾耐啊？我喺香港照顧婆婆2年，台灣。哦，喺香港有照顧過婆婆嘅。OK， 咁嗰陣時婆婆咧身體係健康啊，有冇咩病啊嗰啲㗎？身體健康啊，先生啊。身體健康嘅，但係慢慢行啊嗰啲㗎係咪？OK， 明白。咁你係咪都要去街市買餸啊，煮飯俾婆婆食啊？係啊，對啊。OK， 好。你中唔中意照顧老人家啊？中意啊。中意啊！因為我見你好似喺台灣都去過台灣照顧老人家、照顧婆婆係咪？一㗎。OK， 好嗱，咁樣我有一份工咧，就想試下介紹俾你啦。屋企咧就照顧一個婆婆90歲噶啦，咁婆婆咧就年紀大啦，行動未必咁方便，所以咧你要幫佢可能要沖涼啊，或者有時要幫佢換尿片啦，跟住咧就出街可能要坐輪椅婆婆啦，咁你要幫手推輪椅啊嗰啲啦，你可唔可以做到啊？可以。都可以啊 ，OK， 咁當然都要幫婆婆做下家務啦，基本嘅屋企打掃啊、清潔啊、掃地拖地啊嗰啲咯，咁街市買餸，你煮飯嗰啲都 OK 噶嘛，係咪？喺香港做過嘅，冇問題，好啊。咁我想知咧，如果你今次翻嚟香港，你準備做幾多年啊？做幾耐啊？我係1年啊，9年。想翻嚟香港做好多年得唔得啊？如果老闆請你，咁你做2年合約之後咧，再繼續2年、4年咁樣得唔得啊？得啊，好啊，因為老闆都希望姐姐做得好啦，咁照顧婆婆顧得好，大家都習慣咗咧，可以做多幾年咯，請你咯，咁樣咯，好啊，咁另外咧就星期日咧有時唔放假，老闆會俾錢你咁樣，係咪都 OK 㗎？冇問題啊，好，OK， 好啊，咁唔該晒你先，姐姐，我同老闆傾下啦，咁我再通知你啦，唔該晒，拜拜。